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的欺压破坏政策仍在变本加厉地进行中。据最新消息，东突厥斯坦某大学食堂墙壁上悬挂的维吾尔名人名言和照片被当地警察摘除。在东突厥斯坦没有被强拆的清真寺，强行悬挂中国国旗，并组织清真寺所剩无几的宗教人士不定期地进行唱国歌，举行升旗仪式。根据最新消息，中国入侵者发疯似的随时随刻全副武装地对清真寺进行搜查，随便抓捕宗教人士。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纳说，有关在缅甸遭受破坏的穆斯林安全和荣誉问题保护上，伊斯兰合作组织不应该做出让步。5月4日，特朗普在美国步枪协会集会上拿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当反面教材，讽刺澳洲严格的控枪政策。他还鼓吹，如果当时有人持枪瞄准对方，那么恐怖分子就会逃跑或者被打死，结局就会完全不一样。他的这番话惹怒了法国人，包括前任总统欧朗德在内的多位要人指责特朗普是在玷污亡灵，不负责任。当地时间5月5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了未经批准的集会游行，多人在游行中被捕，其中包括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和他的盟友利亚斯金。报道指出，纳瓦尔尼被捕的原因是呼吁公民加入未经授权的游行。莫斯科当局认为这是一种挑衅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哈萨克斯坦开放阿克陶和库里克两大里海港口，借美国当作非军事物资运转站，帮助美国成功打开了一条绕开俄罗斯进入阿富汗运输物资的线路。5一国际劳动节当天，法国各行业工会再次举行了示威游行。巴黎警方指出，当天在巴黎有2万人参加示威游行，其中有黑色集团极端组织的1200名黑衣蒙面人混入游行队伍中，进行破坏公司物、纵火焚烧商店、向警察投掷物品，引起触目惊心的暴力场面。法国内政部长克隆严厉谴责了这些暴力行为。